好，来继续来看苗栗这个61岁爸爸，真正是歹带头，伊啉酒哦，佮开车去接国小的查囝下课，结果伫咧半路啊失控并车，两爸仔囝掉伫咧车顶，过路人先甲伊的查囝救出来，结果用吊车甲吊出来车外，结果这个爸爸规身躯拢是臭酒味，酒气达高达1.2毫克。这帮忙的民众拢忍不住来责备这个老爸，家己无一定性命，佮差一点啊害死查囝。有一台青色轿车都并伫路边的，民众看到救护车，赶紧挖去救助。边仔还佫对一个细查囡仔，伊两手非常紧张，都摸伫行前的，佫真惊，因为伊头骨长就伫变过迄台轿车内面。查囡仔被民众救出来，但是伊的爸爸还佫受困伫驾驶座内面，救护人员出动吊钩啊，将伊吊出来。爸爸被救出来了后，坐伫涂骹洗身，规身躯拢是臭酒味。2名受困者见面外伤，司机有9位吗？司机有9位。爸仔囝两个拢被送去病院检查，上下面是爸爸的酒测值竟然是1.2毫克，对中昼就开始啉酒，啉酒了后，佫开车去国小接伊查囝放学，结果咧酒醉啊！经过这个弯路的时阵，失控并车，过去帮忙救人这民众拢忍不住指责这个爸爸，家己无爱命，啉酒开车，佫差一点仔就害死宝贝查囝。